多謝大家對畫室一直以來嘅信任，就等我涼茶茶同大家詳細講下畫班請假同補堂嘅流程啦。請假嘅時候，大家要盡早提出補堂嘅日子，詳情可以問 Miss Vivian 索取最新嘅時間表，並且同佢確認補堂嘅日子同時間。我哋需要先預計人數，以免令課堂人太多而對本來班別嘅小朋友造成不便。所有嘅補堂都需要喺2星期之內進行，如有需要延長補堂期限，請與 Miss Vivian 聯絡。有關課堂學費方面，我哋每月月尾會收取下個月嘅費用，課堂費用係按所選日子嘅星期數目而定。好抱歉，課堂並唔能夠順延落下一個月，亦唔能夠安排退款及預先扣減缺席課堂費用。每個月可以最多調堂同補堂2次，而補堂嘅權利只限於在學嘅學生。如果家長決定下個月唔會再報名嘅話，就唔能夠將課堂順延落下一個月補回啦。我哋希望能夠做到對每一位家長同小朋友都公平，所以我哋都希望家長喺報名前可以先了解清楚我哋畫室以及補堂守則，盡可能都能夠按時上課，咁大家都可以學得開心放心啦。我哋希望呢個良好嘅習慣可以一路延續落去，令到 Vicky 老師團隊能夠繼續專注教學，同時提升質素，對小朋友絕對係最大裨益啊！多謝各位。